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，健康食饱，要来关心健康的话题。大家拢知影讲有痛风的人食海产较会痛风，结果即马真侪人唔知影，原来食果子嘛会引起痛风的症头。因为营养师讲，大人一天食的果子量袂当超过300公克，啊若无，伫咱人的身躯内底要代谢果子果糖的时，就会引起到三磷酸酐来引起痉挛的情形，安尼尿酸就会对咧痉挛。另外，食酸的果子嘛有同款的情形。 像讲柠檬，若是食2粒，安尼含糖量就超过1粒柳丁，民众要特别注意。果子好食佮健康，毋过莫想讲果子食真济，也是用果子来代替正糖，就一定是健康的。有一个70岁老阿伯有慢性腰子病佮痛风，伊无食海产，食高普林的食物，毋过逐工拢甲果子当作正糖咧食，结果伊的痛风煞佮压起来。我本来就有痛风了。你有听过这个部分？没有。 哦，因为糖分太高了吧？民众听到拢感觉真意外，无想到讲果子甲痛风嘛有关系。营养师解说讲，因为咱人的细胞内底有一种传送能量的物质，叫做三磷酸腺苷。若是食伤侪果子，果子内底果糖伫咧体内代谢的时阵，就会甲这个物质用掉。等到一个程度，血内底尿酸的浓度就会增加，这个时阵唔会引起高尿酸血症，痛风的风险嘛有可能会增加。营养师讲，一个查甫人一天食的果子上济3碗。 超300公克，啊，查某人上济2碗，超200公克。另外，莫想讲酸溜溜的果子，糖分就会较少，其实2粒柠檬内底果糖，甲1粒柳丁的量是差不多的。 有可能他也有喝到果汁的部分，或是说他的水果量真的很多很多。那最危险的其实是饮料那个含糖饮料里面的果糖，其实它的风险是最高的。 营养师建议讲，若是无想要有痛风，就较莫食有果糖的食物。会当食果子，就莫啉果汁，上好用果菜汁来代替普通的果汁，安尼果糖就会较少。果子安怎食才会健康？民众就要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